五蘊皆空嘅含義，並唔係叫我哋否定五蘊嘅存在，更加唔係叫人因此而放棄一切，逃避對自己、對家庭同埋對社會嘅責任，心灰意冷、消極咁面對人生。相反，正因為我哋透過佛理，知道世間上面並冇永恆不變同埋單獨常存嘅事物，而我哋眼前嘅一切現象最終都會幻滅，我哋就更應該珍惜光陰，積極地去杜絕無止境嘅妄想同貪念，唔再盲目咁追求短暫嘅物質同埋肉體上面嘅滿足，甚至乎埋沒我哋嘅良知，不擇手段，單為滿足自我而生活。佛經講捨一得萬報，如果我哋能夠放下追求從五蘊所生嘅短暫享受，反而於我哋能力所及嘅情況底下，運用我哋所有嘅名利權去回饋社會，為他人帶嚟平安喜樂，廣結善緣，我哋所能夠得到嘅係遠比物質享受所能夠帶嚟嘅幸福同滿足。施比受更為有福。當我哋懂得自我觀照，有智慧地善用五蘊去利己利人，就能夠脫離一切自添嘅煩惱枷鎖，活出積極而逍遙自在嘅人生。